最近好多歐美博主都拍一個主題，就係 I saw everything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？即係我賣晒所有嘢。原來呢個主題呢係一啲斷捨離嘅主題。好多發起呢種博主嘅人呢，通常都係應該事業去到一定嘅階段呢，就會突然間想賣晒所有嘢，過一種極簡嘅生活。咁所以其實呢度都令人哋去諗，其實你人生追趕咗一啲目標之後，原來去到最後你都係想返去原點，過返一種極簡生活，重新再嚟過。因為當你達到咗目標之後，其實一切都好似冇咗你追趕目標嘅時候嘅嗰種快樂，所以寧願重新再設定。我成日喺度諗咧，繼續期待係咪一切都會咁美好咧？任何嘢啦，咁你任何想要追求嘅嘢，可能你去到最後，你發覺當你追求到之後，原來最開心唔係嗰個結果，都係嗰個追求嗰個過程。跑步又係啦，煮一餐飯都係啦，或者係追求一段關係、一份事業等等都係啦。所以琴日我去咗深圳港大醫院，我去攞藥啦。咁我攞完藥返到嚟，其實返嚟嗰段路呢，我又係百感交集，諗起好多從前。諗起好多從前嘅一啲漂泊嘅歲月啦，但其實原來現在都係最想係 settle down 嗰種感覺。